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天气。今日天气团发威，新北的富贵角是降到剩9.4度，包括伫咧桃园、基隆、透早嘛拢降到剩10度左右。另外爱注意的拜日开始，佮有第二阵强烈冷气团会吹到几，有个会比即马即阵佮较强，可能会来到大寒的程度。台北湿过冷，受到大陆冷气团路南的影响，北台湾昨日透早明显降温，而且愈换愈冷。今仔透早，包括新北、桃园、甲基隆，拢测到10度左右的低温。气象署也针对这三个县市，也有新竹、苗栗、宜兰、金门发低温特报。明仔载8日温度会小可回温，不过拜日又有强烈冷气团。到了礼拜一的时候，温度有回升哦。那北台湾高温就有机会回升到20度，但是特别留意哦，从周二19号开始，第二波的强烈冷气团下半天就会开始影响。拜日的这波更加强、时间更加长的强烈大陆冷气团，将会一直影响到2拜5。气象署估计2拜4透早，温度可能会爬到10度以下。冷气团来天气冷期间，民众一定要注意温度的变化，穿较少咧。苗栗以北跟宜兰地区有机会来到8度到9度。是相当接近寒流等级哦，所以也不排除如果温度再低一点，也有机会来到寒流等级。气象署有测，伫未来2礼拜或元旦节的前后，拢是大凉的天气。不过目前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形成，上紧伫今仔早起10点，有可能发展成为今年第17号风台鲤鱼，不过影响台湾的机会无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